經用佇國內東的灣台灣總園區總算有新的發展方向，目前已經由民間廠商投入規劃經營，未來將設置微型海參館等設施，轉型做安平海洋文化園區。這部分主要是透過一些海洋的一個生物、海洋教育，還有一些所謂親子的一個體驗，還有文創等等。議會建設委員會前往園區會勘，細緻了解園區整體規劃甲施工進度，除了肯定活化方向，也建議市府未來會當朝向大型海洋生態展示空間發展，提升展覽規模甲內容，打造安平新的觀光亮點，進一步吸引更多國內外旅客。這個也是讓地方都充滿期待大家也都很關心這個整體未來的呈現的一個樣貌一個大致上的一個期程周邊都是海嘛，那而且在安平這個地方又更具有一些文化，要求相關單位在他們規劃的過程中，我們針對學校如何去結合把未來把我們台南市的學子能夠帶到這個地方來。安平海洋文化園區將整合海洋文化展示、生態教育、親子互動等多元功能，規劃透過知識展覽甲浸水式體驗，推廣海洋保育以及永續理念。園區有計佇咧明年6月份完工，後半年正式開放營運，替安平閣添一處兼具教育、觀光甲休閒價值的新地標。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為了宣傳台南總鋪師四季辦的夏季場，不只將龍蝦、鮑魚等澎湃食材先傳出來，也運用超過3種在地農特產品，推出神秘的盲盒宴，也就是無菜單料理來凸顯美食之都的實力。今年上受注目，就是邀請客北兩位新生代總鋪師郭玉紅甲黃俊博聯手，要用創新的手法來傳承老台南的口味，相當使人期待。我們這一組的年輕組合是咱上少年的總鋪師組合，相信我們搬出來的料理一定道道都是精彩。我們用在地超過30種的食材來呈現，相信咱迄天會非常的精彩。辦桌不只是美食也是台南的傳統文化傳承經過我們2個聯手創意的呈現結合呈現一項不一樣的辦桌文化，推廣我們台南辦桌文化的傳承。摕下國際金牌甲5000支飯店里的2位總鋪師，要互人客每一喙攏食到台南上在地口味，真正是無惜成本。嘛，互觀光旅局長講，一道1萬塊真正是了錢，所以預計8月2日設開100道，伫7月24中晝開放報名，而且往例上緊28秒就被搶訂了。贊助單位贊助的一些飲料啦，還有一些很多的東西，這個價值遠遠超過1萬塊，而且還有許多這個山光水色還有台南的很多好吃好逛好玩的地方，所以歡迎大家4季辦桌，8月22日一定要來到我們葫蘆皮。我們年輕的主廚可以把這30樣代表台南特色的食材，有魚有肉有菜咖，他們的巧手可以變化出不一樣的菜色，這才是我們期待的。所以我們希望8月22號，我們葫蘆皮做伙再見面。辦桌不只是台南上代表性的飲食文化，更是人情味的展現。今年觀光旅局首次將場地刷到風景美麗官田葫蘆皮自然公園，有通食有通耍，加當看湖景，絕對是物超所值。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大型海鰲佇天頂飛，還有台鹽人氣商品也變做風吹。七股鹽山夏季代表性活動風吹七股風吹嘉年華登場，才辦到第2個禮拜，煞因為紅夏風颱宣布取消，日期調整為8月1日、2日及8月15、16日。展演精彩可期，歡迎8月來七股鹽山看巨型風箏翱翔飛舞。原本2、5、2日以太空冒險
向為主題，將有10個公尺長的太空船會飛上天，要個考量到安全問題，只會當改時間。另外受影響的，還有2026台南七股海鮮節烏蛤蟆體驗。根據氣象署的預報資料，25號的浪高已經達到0.9米，那不適宜辦理海域活動，所以為了維護我們民眾的安全，經過相關單位的審慎評估後，本週的七股海鮮節挖文蛤的體驗，我們就是確定延到8月8號、8月9號來辦理。沿海的這個防台措施，我們要提早因應，包括要這些物資以及發電設備，這些我們都提早來面對。受輕度風颱翁哈外圍環流影響，降雨範圍擴大。氣象中心指出，後禮拜1、拜2偏南風，東南部、南部大氣無穩定，中晝過後可能會有西北風。後禮拜3到拜6，太平洋高壓真懸，各地將會是好天氣。台南新聞綜合報道。在依據考古重現的墓室空間觀看2000多年前的木乃伊真跡，讓人震撼。這裡是國立歷史博物館埃及木乃伊永生特展，匯聚來自意大利佛羅倫斯國立考古博物館的上百件珍貴館藏，最遠可追溯至19世紀，由法國埃及學家桑伯良與意大利埃及學之父羅塞里尼共同率領的埃及考察隊勘察尼羅河谷的重要成果，涵蓋木乃伊真跡、彩繪棺木、存放死者內臟的卡洛皮克罐、紗布體人偶、聖甲蟲等各式護身符與喪葬文物，完整展現古埃及人追求永生的信仰文化，保持死者肉身的防腐工藝，以及對重生的向往。因為他有相信永生，所以他終其一生都在為死亡做準備。那麼只要好好的準備死亡這件事情，然後在死亡的過程當中、審判的過程當中做對事情，他就可以有機會永生，然後就到那個衛國的國界。所以我們這一次的這個策展呢，是從這個生命觀做起源，那開始講述到埃及的這個價值觀、哲學觀，以及他們怎麼面對死亡這件事情，怎麼準備死亡這個過程，以及要帶上什麼物品去陪伴他到一個永生的國度，以及在準備面對死亡的審判的時候，他如何去應對這件事情。100餘件珍貴文物中，最大亮點是這4具木乃伊真跡，包含羅馬時期疑似難產而亡的女性木乃伊。這具女性木乃伊呢，根據那個研究資料還有 X 光探測，就是意大利的佛羅倫斯考古博物館，他們推測呢，這應該是在羅馬時期，大概西元1、2世紀的埃及女性。對，那她的年齡可能介於20到30歲之間。因為是從骨骼來做判斷，那很有可能是她在生產的過程中不幸離世。還有嬰兒木乃伊及狗狗木乃伊，甚至還有獵鷹偽裝成新生木乃伊，加上制作木乃伊所需的繃帶、摘取存放內臟器具等完整呈現，讓參觀民眾直呼是非常特別的體驗。因為難得可以在台灣看到木乃伊的真跡，這樣，他看了多少？蠻精緻的。也是木乃伊覺得比較深刻，因為就是它是一個人在那個布被包在裡面，然後也是第一次看到。這也是睽違8年後再度有木乃伊真跡來台展出，借展過程挑戰不斷，運送通關甚至還要為木乃伊開具死亡證明書。木乃伊呢，現在在國際的博物館的借展來講是越來越困難啊，所以這一次的展覽，我們能夠看到這批木乃伊呢，其實也許以後下一次在木乃伊再來呢，什麼時間我們也沒有把握了。那尤其是這一次在木乃伊的運送的這個過程，我們也接收到很大的挑戰啊。比如說，大家可能各位聽眾、各位觀眾有看到這個新聞，就是木乃伊運送需要開立死亡證明。那這意思就是還有人懷疑這個木乃伊是不是還可以活過來啊？還有寫滿古埃及祈禱文字與神子圖像的華麗彩繪棺木，撰寫王者之書的沙草紙，生動地描繪王者靈魂如何通過必經的心臟與馬特羽毛的稱重試煉，最後來到冥王奧西里斯面前接受審判，展現古埃及人如何透過信仰建構死後世界的秩序與永生理想。在棺木上面裡裡外外會刻上很多
的文字跟圖像，那以及呢會有這個亡靈就是死者之書就告訴他在面對42個神子的審判的時候，他應該怎麼應對，以及告訴他說，我們將來這審判的過程是會稱量你的心臟重量，那如果稱量通過，就可以到永生的國度。那在通往永生國度之前，你要注意什麼事？所以他們的喪葬的棺木跟這個刻在裡裡外外的圖案文字，以及這個沙草紙，各位觀眾可以把它想象是一個通往永生過程的操作手冊。還有聖甲蟲、荷魯斯之眼、安卡、傑德柱等護身符配飾，體積嬌小卻蘊含了健康、穩定、保護與重生的魔法，是古埃及人虔誠信仰的化身。他們是很相信神話的一個民族。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就衍生出很多的這個吉祥物或者是我們叫護身符，所以埃及人很喜歡戴首飾，很喜歡把他們的這個会保護他的，比如說聖甲蟲荷魯斯之眼等等，這個會戴在他的身上。那當然也會在死亡的時候也會戴上這些東西。由於古埃及人相信亡者在彼岸仍有食衣住行與勞動需求，因此墓室也備有食物模型、頭枕、涼鞋、鏡子、化妝品等生活器具，及協助亡者勞動的沙布提人偶等陪葬品，生動反映了古埃及當時的生活日常。就埃及是一個很重視這個外觀漂亮的民族，很熱愛美的民族，所以你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的鏡子，可以看到他們當时的這個竹籃子，還有他們所穿的拖鞋，他們所睡的枕頭等等這些生活器具。看完1、2樓精彩的埃及展，還可以到國立歷史博物館5樓特展終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觀想參觀。這個特展以華人及台灣原住民的生死觀為核心介紹，探討人們如何理解死亡、記憶與生命延續。透過東西方對於死後世界的不同詮釋，感受各個文化對彼岸世界的深刻想象與永恆的渴望。有興趣的民眾一定要把握機會，親身體驗跨越1000年的永生傳說。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弄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這個週末來桃園海岸走走，欣賞藝術。2026桃園地景藝術節將在本週末盛大登場。今年以珍珠海岸為主軸，邀集13國72件作品參與，從竹圍漁港一路串聯到永安漁港，展開近35公里的海岸藝術廊帶，堪稱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桃園市長張善政表示，今年是地景藝術節脫胎換骨的一年，不只從1年1度改為雙年展，從單點擴大為跨區策展，有信心在未來讓地景藝術節一步步走向全國甚至國際，讓更多人看見桃園獨特的地景魅力。那麼這次的地景藝術節和過去很不一樣，我可以說是今年是一個脫胎換骨的一個藝術節。首先，我們把1年1次的展覽變成2年1次，讓我們參展的藝術家有更多的時間去準備他們的創作。第二，我們展覽的區域從單一的點擴大到跨區，也就是剛剛講的，從竹圍到永安30幾公里的海岸線，有6、7個展區，包括生態展區，包括很多藝術展區。我們這次等於說，讓我們的這個地景藝術節結合在地，讓在地有非常非常強的參與感。另外，也要謝謝很多企業的贊助。不只是市府來辦這個地景藝術節，很多企業也一起來共襄盛舉。還有呢，就是國際的參與。這次我們有13個國家、25個國外的團隊，加上我們國內47個團隊，可以說是台灣歷年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地景藝術節。當然，這背後還要謝謝我們的策展團隊，包括我們陳宣成教授所帶領的团队，他们也花了2年的时间，非常花功夫，也到日本的濑户内海去考察，把濑户内海最精华的經驗也取經回來。所以我們有信心，從今年開始，這個地景藝術節會變成不一樣，它會變成台灣地景藝術節的代表作，甚至代表台灣走上國際。謝謝。
總策展人陳宣成表示，這次團隊總共花了近2年的時間做研究跟策展，甚至邀請在地居民一起共創，希望打造真正有深度的地景藝術節。他強調，地景不是靜態背景，而是有生命的場域，因此希望打造的地景藝術品不只成為拍照景點，也回應海岸環境、生態保育跟地方發展議題，帶大家看見桃園珍珠海岸的獨特魅力。今年2026年也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開始因為我們從去年開始，大概做快2年時間，1年做研究，1年做策展。我們希望打造是一個真正有深度的地景藝術節。我想那個地景永遠不是一個靜態的背景，是讓你打卡跟拍照。地景是一個生命，這個生命裡面呢有自然的生態，還有包括人的部分我希望各位看作品的時候，大家可以透過作品去看到那個背後真正的地景意義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覺得這次的藝術節很特別的是，它不是只有來自不同國家的這些藝術家，我覺得最大的重點是在於說，大家用非常特別的一個角度呢，不要只有看到作品本身而已。所以我覺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說，藝術品、藝術創作不是只有在創作形式，我想最大的重點是它在創造一個可以理解世界的一個新的方法。所以我們這次的2026的桃園地景藝術節呢，我代表策展團隊跟藝術家呢，非常的邀請大家進到這個環境裡面，透過藝術作品，看到它所背後想要告訴你的，不管是自然生態、漁港的時間性，或是各式各樣的不同的生命跟關係。地景藝術節展期將從本周末7月4號一路到8月30號，一共規劃竹圍漁港、永安漁港2大核心展區，並串聯許厝港濕地、草塔沙丘、關心藻礁跟新屋石滬等生態展區。民眾可搭乘接駁車往返不同的展區來欣賞大型的地景藝術裝置。詳細作品資訊跟交通方式，可到2026桃園地景藝術節官方臉書或官網上查詢。謝永豪報道。台上演員專心地唱着傳統戲曲，仔細一看怎麼有點眼熟，居然是新北市的藝員們全套戲服、妝髮、粉墨登場，為8月的敬老獻藝歌仔戲演出暖身獻唱。新北市政府與新北市議會攜手舉辦敬老獻藝歌仔戲，已邁入第13年。週4在新北市政府3樓逗點實驗室舉辦記者會，參與演出的市府官員及議員身穿戲服亮相，提前為演出暖身。新北市副市長劉和蘭也宣布，今年將演出經典劇碼《金殿抗婚》。邀請市民朋友8月9日晚間7點到市府3樓多功能集會堂免費欣賞精彩的演出。那我們這個活動每一次都非常謝謝我們議會這個大力的這個促成，因為議員跟這個市政府之間本來就是行政跟監督卸下這些角色以外我們最重要的是希望府會可以共同為這個城市打造更不一樣的地方。所以非常謝謝我們美方團長率領，我們今天特別出席，包括我們的美方議員、我們的宜幼議員、我們的嘉陵議員，還有我們的新華議員，4位議員粉墨登場因為台風的關係我們下禮拜1開始可以來我們市政府索票。那希望大家在8月8號過完父親節，8月9號晚上7點到我們的新北市3樓的集會功能的大集會的這個功能的演藝廳來參觀我們的金殿抗婚這一場世界的巨作。謝謝，我們希望拭目以待。敬老獻藝歌仔戲今年再度邀請榮獲113年中國文藝獎章戲劇獎的資深歌仔戲老師黃美靜擔任藝術總監，指導演出《金殿抗婚》。故事描述東漢名臣宋弘不為權勢婉拒賜婚，展現重情守信的精神，也希望借由戲劇傳遞正向價值。議員們也紛紛表示，儘管緊張，但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參加演出，感謝老師們的指導，讓大家一起替傳統文化盡點心力。真的很謝謝我們的同仁，而且今年大家都知道是對我們來說非常關鍵的一年，但他們都很願意這樣子來付出，可見得我們大家都對於我們傳統戲曲的重視哈。那我們也希望帶給大家不一樣的感覺，尤其是年輕人，我希望說年輕人也會很喜歡我們的演出，然後可以傳承，把這麼好的一個傳統技藝傳承下去。然後很謝謝美靜老師。
美靜老師呢，昨天呢還要那個幫忙4大的這個社區的社團呢來演出，然後昨天到10點多才回家，然後今天早上一早又要來這裡繼續幫我們呢，在這個稍微做一點調整這樣子哈，所以我覺得很謝謝美靜老師的辛苦。新北市新聞局表示，今年演出適逢父親節週末，正式演出將於8月9日晚間7點在新北市府3樓多功能集會堂登場。入場券自7月13日中午12點起，於新北市政府、新北市藝文中心及新莊文化藝術中心等地免費索取，數量有限，送完為止。也歡迎市民朋友相約欣賞傳統戲曲，共度溫馨父親節。記者蕭世榮新北場報道。基隆市長謝國樑親自帶領民政處長呂慶偉、兒少處長吳宇傑、衛生局副局長郭香蘭、暖暖區長陳德霖，以及暖暖區市議員連恩典、陳冠宇和立委林佩祥秘書黃生棟等人，拿着水槍一起噴水清涼開幕，歡迎大小朋友從7月4號到8月30號之間來基隆清水季暖暖2.0這裡玩水清涼一下，享受全新玩水設施以及完善的廁所和更衣室。清水公園2.0計劃花費了蠻多的時間，終於完成了。那各位可以看到有很多新的清水的設施，那也有這是綠蠵龜嘛，非常的讓孩童們喜歡。那我們也有用水可以作畫的一個牆，可以讓孩子們用水來作畫。那總之，我們非常的認真打造了這個清水公園的2.0，希望孩子們會喜歡。我想暖暖清水公園可以強化大家對於暖暖這個生態環境、這個大自然環境的一個認同。那其實暖暖本來就是一個好山好水的好地方。那每次來就是全市，甚至很多外縣市鄰近瑞芳，很多的市民朋友，不管是基隆市還是新北市，都來到暖暖清水公園來玩，然後來家庭享受一個這個消暑的一個環境。那我們會繼續努力把這個環境打造好。市長剛才講以外，我們還有會倒水的平行線，還有一個蘑菇型的傘庫，所以小朋友都可以在這個空間裡面快樂的戲水玩樂。今年有很特別的創意哦，我們今年開幕的時候會贈送免費的小水槍，然後每天大家來這邊玩的時候，我們都可以讓大家現場免費借用，所以各位可以不用自帶，沒有問題。那而且我們今年還有額外準備這個盥洗室，還有更衣室，所以大家來這邊就可以舒適的更換衣服，不怕衣服濕掉。變得越來越好，然後很感謝大家，然後議長這邊也是很關心大家，然後也跟市政府一起積極的來督促、來關心，然後今天最重要就是玩得開心，然後大家小心別縣市的人所喜歡、所期待的位置哦。我想這次2.0在我們這個區長，我常常要說德霖區長在來了之後，把我們這裡原來就有的不足的，這次我就一次都補足了哈。我相信大家等一下在玩的時候就好好去體會。水公園，我們現在作為一個基隆人，作為一個暖暖人，可以很大聲的說，10大清水公園裡面最新最好玩的就是我們的暖暖清水公園。在這邊等一下邀請大家盡情的玩樂，但也玩得開心。不管大人小孩都展現赤子之心，越玩越嗨。市議員也帶頭拿着水槍和大小朋友互噴，濕透全身。炎炎夏日中感受清涼。市長謝國樑強調，明年七堵區百福清水公園也將隆重開幕，敬請期待。那天氣非常的炎熱，那我們的暖暖清水公園是基隆最好，也是第一座清水公園。但是我們的百福清水公園在明年度就會啟用，我們也在規劃更多適當的地點。總之呢，現在夏天非常的炎熱，那讓孩子們多接近水、多玩水，是我們市府未來工作的重要方向。記者吳俊松基隆採訪報道。
2026桃園電影節即將在8月14到27號登場，市府特別舉辦記者會，宣告系列活動正式啟動。今年以眺望為主題，聚焦 AI 科技、動畫創作跟未來影像語言，更首度規劃國際電影科技論壇，邀請國內外大師級特效團隊還有製作人分享創作經驗。今年我們非常高興，請到我們桃園八德的女兒何曼西擔任我們的大使，還有姚金玉老師擔任我們的策展人。那麼今年呢？我們一共精心挑選了國內外100部片子來播放，以外還有超過200個參賽的電影，我們也選出了20個入圍的，也會在這個時候跟大家見面。另外呢，今年第一次我們辦科技論壇，科技論壇主要就是要探討電影特效和人工智慧的結合。桃園是一個科技城市，我們希望透過這次桃園電影節，除了展現文化的底蘊以外，還有和文化科技的結合。今年電影節的形象代言人邀請桃園女兒何曼西擔任。她表示，今年電影節的影展片單都很精彩，很多她都想看，也希望大家一起來看電影。其實我剛才看了手冊還有介紹的片單，其實我發現其實蠻多我想看的片，所以很期待接下來桃園電影節播放的片單。我覺得真的很感謝，然後也很感謝整個桃園給我這次機會，讓我可以回家的感覺，回家感覺為桃園代言這樣子，希望可以大家一起來看電影。策展人表示，今年電影節精選的片單相當有看頭，從開幕片就很精彩。今年桃園電影獎的競爭也非常激烈，從261部作品當中選出了20部的入圍作品，也在記者會中公布名單。那除了開幕片跟閉幕片之外，我非常強烈的建議觀眾要鎖定14、15、16這幾天。所有的電影都非常精彩，而且在中壢跟在桃園的兩邊的放映，影片都有做放映。今年桃園電影獎的競賽我們總共有261部電影參加角逐，後來評審分3個階段他們就選出了這20部的那個提名所以大家看到這20部影片都是非常的精選，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來看這些競賽的電影。2026桃園電影節即將在8月14到27號在中壢新橋桃園統領威秀中壢光影電影館舉行。桃園電影獎也即將頒發13項大獎，超過135萬元的總獎金。市府期盼透過藝術、科技跟在地文化結合，打造兼具國際視野跟城市特色的年度影展盛會。記者賴偉一報道。原本預計今年7月開放機車直上楠梓路橋，直接銜接高南公路，卻因為卡到台電管線遷移，得再花長達半年的施工期。對此，高雄市議員黃文智提出替代方案，建議先開放沒有管線衝突的北往南方向，不必等到整體工程完工，就能讓機車族提早使用路橋。就是由都會公園往仁武的這個方向的這個路橋，這邊機車道是不是可以先來做施工打通，讓這個下橋的這個路段不用再繞一大圈，它再接到高南公路，那可以直接有直行的狀態。那增設2組紅綠燈，那消切這個槽化線，來讓機車通行可以直上直下。向國土署進一步的爭取計劃獲得核准，將透過這個分隔島及號誌的分流，提供機車比較直捷的一個路線。那經過邀集各主管機關現勘後呢，往北方向涉及這個管線遷改的問題，有待變更設計。因此呢，朝向這個優先執行往南沒有爭議的方向。那目前市府團隊正在盡速的進行細部設計當中。議員認為，如果採取北往南先行方案，只需要新增號誌並配合調整道路標線，最快1個月就有機會完成。其實30年前路橋剛啟用時，機車原本就能直上路橋，不少在地民眾至今仍印象深刻。期待未來恢復較直觀的通行方式後，能改善常年繞行容易迷路的問題。地下道的話，路不熟的話，會迷路啊！我覺得這樣比較方便了，因為這邊是百慕達很多外地人來不要說外地的，在地的人都會迷路。我覺得要整體規劃，對，要全盤規劃，就是考慮到要快捷又要安全，這樣子，不要再留下這個
美名。為了安全，如果加紅綠燈也是就是不可避免的。北往南先跑的替代方案不僅大幅縮短工期，也能讓機車族提早體驗直行路橋的便利，期盼能用最快最安全的方式逐步洗刷男子百慕達這項交通惡名。記者吳佩珊高雄報道。